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金甲蟲財經，我係林祖。咁今集咧就想講一個大家都好關心嘅問題嘅，就係香港嘅樓價啦。咁我咧就會從黃金嘅角度咧，就去分析下香港樓價未來嘅走勢嘅。咁最近香港樓價真係跌得好誇張啦，差唔多日日咧都有啲蝕讓啊、劈價嘅新聞嘅。好多以前咧風光一時嘅地產炒家、知名投資者咧都喺度散貨嘅。咁啊，好似阿李根興啦，就喺3個月之內咧就連環蝕讓咗10個鋪位嘅。咁啊，帳面咧就蝕咗咧5000幾萬嘅。咁另外湯文亮家族啦，就一星期已經蝕咗5000萬啦。淨係賣咗跑馬地一個鋪位咧，已經蝕咗咧1720萬啦。咁另外咧臍帶大王啊陳炳志啦，就蝕到咧要連豪宅咧都變咗銀主盤嘅。其實呢啲咧都係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嘅啫。咁我有個咧好低調又好有錢嘅朋友咧，咁佢私底下都同我講啦，佢身邊啲富豪朋友啊、有錢佬朋友啊，都喺度散緊貨嘅。咁睇翻數據啦，而家樓價咧已經咧翻去2014年㗎啦，即係大概10年前嘅水平。從技術上睇咧，已經係跌穿咗咧2008年嘅上升通道㗎啦。咁啊已經步入咗熊市。咁有啲人見到樓價咧跌咗咁多，可能都心思思想入市啦。不過我要講嘅係咧，呢個熊市嘅週期咧係仲未完嘅，仲會咧運行呢一段咧相當長嘅時間嘅。咁如果買嚟自住咧都可以嘅，因為始終我哋咧都要生活要享受㗎嘛。但係如果係買嚟投資嘅話咧，可能就會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啦。因為我覺得咧個大週期咧已經正式逆轉咗㗎啦。咁啊，做投資咧，好多人咧都中意睇住個價嚟操作嘅。咁見到個價跌咗咯，覺得好似好抵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都係買喺半山腰啦，因為就係唔睇週期啦，忽視咗咧呢個週期嘅威力啊。咁啊，香港成個房地產嘅牛市週期咧，大約可以追溯到1980年嘅。當時住宅嘅平均尺價咧，大約就係888蚊嘅。咁我哋就當係900蚊啦。咁歷史嘅大頂咧，就係2021年嘅11月啦。咁啊，尺價去到18000蚊嘅。咁啊，整個牛市週期咧，就持續咗大約40年嘅。咁啊，當然好似其他資產咁樣咁長嘅牛市唔會年年都升嘅，中間咧都有過一啲調整期嘅。咁最長一次咧就係1997年到2003年啦。不過整體上咧都係長升長有嘅。咁啊，令到好多香港人咧都將磚頭咧睇成一個最好嘅財富增值工具啦。不過咧，如果你當黃金係一種貨幣，你用黃金嘅視覺去睇香港嘅樓價咧，畫面就會有啲唔同啦。咁我哋睇翻1980年啦，咁當時係金價最高嘅時候嚟嘅，每安士咧曾經去到咧850蚊美金嘅。咁當年港幣對美元嘅匯價咧，大約係5.11，以當時嘅匯率計算咧，大約係4350蚊港幣。咁即係話喺1980年嘅時候咧，每安士黃金大約可以買到4.8尺嘅港樓嘅。咁之後咧，黃金咧就步入咗一個好長嘅熊市啦。個跌浪咧持續咗19年嘅，去到1999年最低嘅時候咧，每安士只係剩翻咧253蚊美金嘅啫，大約咧就係1960蚊港元嘅。咁當時嘅香港樓價咧已經係去到3600蚊㗎啦。咁即係話咧喺1999年嘅時候咧，每安士嘅黃金咧係買唔到一尺香港嘅樓㗎。即係話咧喺成個40年嘅香港嘅房地產牛市入面咧，黃金可以買到嘅香港樓嘅尺數咧係越嚟越少嘅，就由呢個4.8尺就變到咧1尺都買唔到嘅。嗱，不過咧過咗1999年之後咧，情況就有啲唔同啦。由1999年開始咧，黃金咧就出現咗一波升浪嘅，金價咧就由最低嘅253蚊咧，就升到2011年嘅1920蚊歷史新高嘅。即係大約係14900蚊港元啦。咁2011年咧，香港嘅樓價嘅平均尺價咧，大約就係7000蚊嘅。即係話咧10年之內咧，每安士嘅黃金可以買到嘅香港樓咧，
就升咗1倍嘅，就變成咗可以買到2尺多少少啦。2011年之後咧，金價咧就經歷咗咧4-5年嘅調整嘅，最低嘅時候咧2016年咧見過咧大約1000蚊美金嘅。咁當年香港嘅樓價平均每尺咧就大約係1萬蚊嘅，即係話咧每安士嘅黃金咧又變翻買唔到1尺香港樓啦。咁經過咗幾年嘅調整之後咧，由2016年開始咧，黃金咧又展開咗一個新嘅升浪啦。咁啊，到咗2020年咧，金價咧更加係創出咗歷史新高，係2089蚊美元嘅。咁當年香港嘅樓價咧，平均每尺咧就係16500蚊嘅，即係話每安士嘅黃金咧，大約又可以買到1尺嘅港樓啦。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咁睇，其實由1980年到2020年，每安士嘅黃金可以買到嘅港樓嘅尺數係持續咁減少嘅，由最早可以買到4.8尺，跌到大約只可以買到1尺左右嘅啫。咁即使2011年金價升到最高嘅歷史高位，1920蚊美金每安士，都大約只可以買到2尺嘅啫。不過由2022年3月開始咧，情況就發生咗逆轉啦。當時嘅金價咧，大約咧就係每安士1950蚊美金嘅。咁香港樓價咧，大約咧就係17000蚊嘅。咁啊，每安士黃金咧，仍然只係買到大約1尺港樓嘅啫。咁但係之後咧，黃金對香港樓嘅購買力咧就開始爆發啦。嚟到2025年4月咧，每安士嘅黃金一度咧係升到咧3500蚊美金嘅，即係大約咧就27300蚊港元嘅。咁但係香港嘅樓價咧，平均尺價咧就跌到咧13200蚊嘅。換言之咧，喺短短4年之內咧，每安士黃金咧已經可以買到2尺嘅港樓啦。咁2022年嘅3月到底發生咩事咧？就係美國開始咗加息週期啦。咁啊，聯儲局聲稱咧就為咗對抗通脹啦，就將個利率咧就由接近0嘅水平咧，就一路加到2024年9月嘅5.25到5.5嘅區間嘅。咁啊，好明顯可以睇到咧，整個金價同樓價嘅關係咧，就係由呢個加息週期去觸發啦。咁大家都知啦，喺聯繫匯率之下咧，香港嘅借貸利率咧係受到美國嘅息口影響嘅。美國加息就會加重咗香港嘅供樓負擔。咁呢樣嘢大家都好易理解啦。但係有一樣咧比較少人留意嘅咧，就係美國加息嘅同時咧係引爆咗美國國債市場嘅。咁點解加息咧會影響到個國債市場咧？嗱，加咗息即係話美國政府新發行嘅國債咧，佢就要俾多啲嘅利率嘅。咁嗰啲以前發行比較低利率嘅國債咧，喺市場上係繼續流通噶嘛。咁但係佢哋支付嘅利息咧，係相對而家嗰啲新發行嘅國債係要低噶嘛。咁自然就冇咁吸引啦。咁如果你要賣出去嘅話，咁啊只可以減價，咁啊令到嗰個債券嘅回報率咧係上升嘅。咁所以啲舊有嘅債券咧就會越賣越平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嗰個美國10年期國債嘅回報率咧，就由2022年嘅3月咧就開始抽升啦。咁到咗而家咧，已經升到咧接近5% 㗎啦。咁就會產生個問題啦。如果美國國債都有5% 嘅回報率，咁買香港嘅樓嚟放租，回報率有冇咁高先？咁人哋美國國債係到期可以拎翻本金㗎喎，係包唔會蝕㗎喎。咁你香港嘅物業又做唔做到呢？根據我手上嘅資料咧，2024年12月咧，香港樓嘅租金回報率咧，大約咧就係3.5到4.2之間嘅。如果美國國債呢種咁嘅情況係持續，而且係不斷咁樣強化，將來咧可能係個回報率升到6% 啊、7% 啊，咁香港樓嘅回報率咧就會變得越嚟越唔吸引啦。如果要吸引啲，有咩方法咧？咁啊，當然就係個樓價下跌啦。如果樓價係跌嘅話咧，咁個租金回報率咧就會上升啦。咁啊，有人可能會話啦，嗱，可能遲啲美國減息咧，咁樓價咪可以升翻咯。嗱，好似美國喺2024年嘅9月中咧就開始減息，而且係連續減咗3次嘅。咁
咁當時好多地產嘅宣傳廣告咧都話美國減息啦，會有利香港樓價啦，咁啊叫啲人快啲入市啦。咁啊點知美國減咗3次息之後咧就停咗啦。咁啊結果香港樓價咧又繼續係咁跌，咁啊跌幅係持續咁擴大嘅。咁未來會點行咧？嗱，會唔會因為美國再次減息，又或者聯儲局係重新啟動嗰個量化寬鬆，咁啊入市去買美國國債，咁啊啲港樓就會起死回生咧？嗱，我覺得咧已經唔關減息或者量唔量化寬鬆嘅問題㗎啦，因為即使係2024年嘅9月開始減息，連續減咗3次，對香港樓市個刺激作用咧都唔係好大嘅。咁啊，遲啲呢樣嘢有機會再解釋啦。咁啊，但係從嗰個技術嘅週期嘅大趨勢可以睇到咧，其實成個美國國債市場嘅週期咧已經逆轉咗㗎啦。我哋可以睇睇呢個美國10年期國債嘅回報率走勢啊。其實同嗰個香港樓市嘅牛市週期咧係一脈相承嘅。過去40年咧，成個香港房地產嘅牛市週期咧，其實亦正正就係美債嘅牛市週期。咁呢個時間咧，同時亦係美國利率咧不斷一個走低嘅週期嚟嘅。我哋可以見到啦，喺呢40年入面咧，個美國嘅利息雖然間中有時會加息，有時會減息，但係整體嘅大趨勢咧，都係個利率係持續向下嘅。即係話咧，個借貸嘅成本咧喺過去40年咧係越嚟越平嘅。咁無論係投資港樓啦，或者係投資美債啦，都係一個咧長揸必勝嘅階段嚟嘅。但就係2022年。整個週期大趨勢嘅技術走勢咧，就正正式式咁樣反轉咗啦。佢哋而家已經過咗3年幾，反轉嘅趨勢咧仍然係冇變嘅。一個已經運行咗40年嘅趨勢，突然之間反轉，係唔會咁輕易改變嘅。嗱，呢種咧就係週期啦。佢反映嘅咧就係一個借貸成本持續下降、利率持續走低嘅時代。如果咁講嘅話咧，2022年會唔會係一個借貸成本持續上升、利率持續走高嘅週期嘅新開始咧？嗱，我覺得機會係相當高嘅，因為長期嘅技術走勢已經反轉咗啦嘛。從近呢半年聯儲局對減息嘅嗰個態度，呢種形勢係越嚟越清晰嘅。唔排除將來有機會減息，但係係咪會構成一個好似1980年到2020年嗰個減息大週期咧？我係相當懷疑嘅，我覺得機會係唔高嘅。因為我覺得物極必反。當利率咧由1980年嗰個高位咧一路跌到去2020年嗰個接近0嘅水平咧，已經係極限㗎啦。反轉嘅機會係相當高嘅。嗱，如果咁樣發展落去嘅話咧，香港樓價同埋金價嗰種關係咧，可能會重新返回1980年嗰個比率嘅。即係每安士黃金咧可以買到咧4.8尺嘅港樓，以而家香港樓價平均每尺大約13,000蚊咁計啊，金價可能會升到係62,400蚊港幣每安士嘅，即係大概咧每安士係8,000蚊美金，又或者金價維持而家大約係3,400美元不變，咁港樓咧就要跌到去大約5,500蚊一尺嘅。即係大約係翻去20年前嘅水平。咁當然啦，好多時呢種資產價格嘅走勢嘅比率咧係雙向發展嘅，係兩者都會波動嘅，唔會話停喺度唔喐嘅。但係咧，如果呢種大趨勢係不變嘅話咧，未來港樓嘅嗰個尺價咧只會越嚟越平嘅啫。呢個機會係非常高嘅。所以咧，如果想買樓咧，就要留意呢個週期大趨勢啦，唔好心急，唔好貪平入市。咁今集咧就講住咁多先啦。下集咧，我就會從另外一段歷史去解釋下點解我認為港樓咧已經步入咗一個熊市週期。